Hello，大家好，翻嚟美股大盤2026年預測片嘅第三集。未睇頭兩集嘅朋友，記住睇咗頭兩集先。其實所有關於明年走勢預測嘅理據咧，主要喺頭兩集已經係講晒噶啦。咁就係咧，就係我哋用市場同埋升漲周期咧係切入啦，就係強調話美股大盤咧出年有機會係2022年嘅翻版啦，全年嚟計咧，好大機會係收跌啦，係有月線級別嘅跌浪嘅機會係唔細啦。而導致跌浪嘅原因咧，比較似係外部衝突，好似2022年俄烏戰爭咁樣，有啲地緣嘢導致啊，比較唔似係類似2008年咁樣，美國有嚴重嘅經濟衰退或者金融危機而觸發。去到第三集咧，我哋係會介紹周期派同埋江恩派嘅進階武學路線圖式預測，整幾個劇本俾大家咧，為出年可能嘅市況咧係做足準備噶。路線圖呢種高階武功咧，大家如果要玩得好咧，係唔容易噶。首先，大家要用晒我第一、二集所講過嘅所有技巧啦，跟住要玩個所謂10年周期形態，即係參考過往所有同字尾年份嘅走勢啊。出年係2026年，咁我哋關注美股大盤所有6字尾年份嘅走勢。好啦，問題嚟啦，由1906年去到2016年有咁 Q 多個6字尾年份，係咪每一個6字尾年份對2026年嘅影響都係相同嘅呢？答案係唔一樣。某啲6字尾年份對2026年嘅影響力係會更加大。呢樣嘢係我過往咧察覺唔到啊。我早期嘅片咧，大家如果有睇過咧，你會發現咧，如果我預測2026年嘅話咧，我就會嘗試將所有6字尾年份10幾個6字尾年份咧，嚟做一個平均走勢，咁樣係唔太準嘅。你會發現有時都幾登下噶。去到近年咧，我首先咧就會嘗試揾咗5字尾年份先啦。首先睇下邊啲5字尾年份嘅走勢最似2025年，然後用佢哋隨後嘅6字尾年份咧嚟貼2026年嘅走勢。即係咩意思咧？譬如我呢張 slide show 咗出嚟咧，就係1945年嘅走勢咧，似2025年咁先算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哋預測2026年嘅走勢嘅時候咧，就要考慮1945年之後嘅6字尾年份，即係1946年。呢張 slide 就顯示咧，1925年嘅走勢咧，又好似2025年喎。咁我哋預測2026年嘅走勢嘅時候咧，就要參考1925年打後嘅6字尾年份，亦即係1926年嘅走勢啦。其實就即係嘗試揾主導周期，揾出邊啲6字尾年份對2026年嘅影響係最大。好啦，咁我哋就睇翻1945年先啦。如果大家有睇過我上年嗰條預測片嘅朋友咧，你會發現咧，其實1944年嘅轉角時間咧，已經係好似2024年噶啦。好啦，去到2025年嘅時候咧，1945年嘅走勢咧，繼續似2025年。無論轉角時間同埋走勢都似啊，不過就玩大波版。2025年可以視為大波版嘅1945年。首先咧，1945年嘅走勢係貼到係 Quarter One 嘅關稅戰跌浪，個跌浪個浪形都似喎，跌一跌彈一彈，第二隻腳跌一跌彈一彈又先第二隻腳，但係行出嚟咧係高低位跌足2成，係大波版。跟住然之後咧，4月打後開始升，4月打後開始升，中啊！5月中間有個小低點，5月中間有個小低點咪中啊！好啦，跟住去到6、7月嘅走勢咧，實際行出嚟係強於預測啦。但係8月頭有個小低點咧，呢下亦都係中咗噶。好啦，然之後咧，1945年最靚仔佢就係貼中8至10月係大升，8至10月係大升，係冇所謂嘅9月魔咒。所以喺今年9月嘅時候咧，我就出咗幾次帖，好強調就話今年係冇就9月魔咒啊嘛，就係考慮到1945年嘅走勢係今年2025年嘅主導周期。好啦，冇9月魔咒之後升到10月打後咧，年尾由11月開始走勢係撚人啦。跟住而家暫時去到12月16號為止咧，S&P 今年年尾嘅走勢亦都係由11月打後咧係撚人啦，係冇點升過咧，都係中噶。咁既然1945年嘅走勢咧，即係準到咁樣啦，所以預測2026年嘅時候，梗係要預埋1946年嗰份啦，仲要優先考慮添啦。好啦，如果大家覺得頭先1945年嘅走勢係似2025年嘅話咧，我可以話俾你知，1945年並唔係最似嗰年。去到今年10月嘅時候咧，我發覺1925年嘅走勢咧係9成似2025年。
真係好誇張即係首先佢係睇到就係4月頭、3月尾、4月頭呢啲位係低點啦，之後係單邊升啦。咁6月下旬小低點，6月下旬小低點中咗啦。8月頭小低點，8月頭小低點係中咗啦。9月頭小低點，9月頭小低點係中咗啦。跟住然之後一路係升到11月左右，一路升到11月頭左右，係中咗啦。然後11月撚人係中咗噶，撚嘅浪形都係似喎，跌一跌彈一彈第二隻腳，跌一跌彈一彈第二隻腳。我哋睇埋12月最後嗰幾日咧，係咪磨咗一磨之後有聖誕老人行情？如果係似嘅話咧，咁就幾乎係90幾%似咁樣。咁所以咧，考慮2026年嘅走勢嘅時候咧，一定要睇埋1926年啊。1925年咧，我淨係喺投資武林嘅會員區同埋 Fresh 係提過嘅啫，比較少公開提嘅。咁大家係可以而家睇埋。咁講開投資武林咧，大家如果係想睇我嘅真倉操作嘅話咧，咁係可以訂閱投資武林啦，一次過睇晒我同埋其餘2位 KOL，包括虎哥同埋係特工嘅分析噶。我係集中講環球資產，包括係美股、貴金屬同埋 crypto 嘅部分。最近咧就係集中玩緊呢個貴金屬噶。除咗1945、1925年之外咧，1935年嘅走勢咧，其實都係似2025年噶。我哋見到咧，佢係貼中咗 quarter one 一個低點之後係單邊升，大致嘅走勢同轉角時間都似，不過冇1925年咁精準。譬如咧，佢1935年 show 出嚟9月係冇點升嘅，咁但係今年9月實際上係大升啦，啲妖股飛晒天咁樣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啦，我哋預測2026年嘅走勢嘅時候係可以睇埋1936年嘅走勢。雖然呢一個年份係唔重要，大家睇落去就會明點解。喺睇埋邊啲5字尾年份嘅走勢最似2025年之後咧，咁我哋而家就嘗試畫美股大盤2026年嘅路線圖出嚟嚇。首選劇本相信大家都係唔意外嘅。咁我就會貼呢個美股大盤係繼續複製1960年代嘅浪形啦，同埋1940年代嘅轉角時間。所以我係會優先參考道指1946年嘅走勢同埋 S&P 1966年嘅走勢。我揀呢2個6字尾年份嚟做正選劇本。其實呢2年嘅就係走勢咧，轉角時間基本上係一模一樣，亦都一樣都係熊市年嚟噶。我哋見到係1、2月左右，摩斯指住呢啲位有第一個頂啦，跟住然之後係4、5月左右，摩斯指住呢啲位有第二個頂啦。但係有個 tricky 位就係咧，而家唔知究竟係4至5月啦，定係1至2月係出大頂。呢樣嘢要邊走邊射啦，要出年行出嚟先至會知道。2個年份嘅全年低位咧，都係出現喺10至11月。我 mouse 指住呢啲位，美股大盤咧傳統上面咧，即係10月都係出好多大頂大底嘅。咁就係有啲似2011或者2022年嘅玩法啦。1946年嗰種跌法咧，5月先開始跌嘅咧，就似2011年。1966年嗰種跌法咧，由年頭開始跌嘅咧，就似2022年。而呢2個年份咧，同美股大盤嘅總統大選週期入面中期選舉年嘅傳統走勢咧，亦都係吻合噶。我哋睇翻傳統嘅中期選舉年嘅平均走勢係點樣咧？都係年頭可能喺上半年撚咗一個頂出嚟，跟住反反覆覆跌到10月左右，年尾彈咁樣。咁其實無論係1946年定係1966年咧，都符合翻中期選舉年係比較細嘅呢一個 pattern。無論1946年定係1966年都好啦，2個年份如果年頭同年尾計咧，美股大盤都係顯著收跌，係負回報。喺講2個後備劇本之前咧，咁我係想講一講一啲價格分析。我哋由第一集到而家嘅分析咧，集中喺時間分析係咪？但係咧，如果明年2026年係真係美股大盤開出嚟係浪低於浪熊市行情嘅話，價格分析都重要喎。我哋可唔可以預先揾到一啲大位俾我哋參考，作為重要嘅防守位或者係即係抄底參考位置咧？係可以噶。我哋係可以關注鴻浩提出嘅850天線，其實亦即係182周線啦，同埋係42月線。我比較中意係睇周線圖啦，所以會直接用182周線嚟解釋呢個概念噶。182周線咧，其實係美股大盤嘅長線牛熊分界。我哋見到係1987年股災，摩斯指住呢個位咧，都係跌唔穿啦。但係如果係大熊市，譬如話係科網熊市，2000至02年啦，同埋2007至09年金融海嘯呢啲大鑊嘢就跌穿啦。咁跟住然之後咧，2020年 Covid 股災咧係假穿過一個禮拜，咁跟住然之後即刻彈翻上去噶。
咁所以有時咧唔可以淨係睇一兩日㗎。呢條線咧其實係可以反覆爭奪幾個月甚至一年㗎。我 mouse 指住呢啲位，2022至23年咧其實就係爭奪咗差唔多成一年㗎。嗱，我哋直接開 Trading View 出嚟睇咧，就更加之清晰啊！你見到2022年6月咧，已經係打到接近120周線啦，磨下磨下，跟住2023年升咗一陣，跟住然之後咧，去到2023年10月嘅時候咧，亦都係再後抽翻呢條120周線，跟住先至再反覆開車，去到2025年 Quarter One 關稅戰嘅時候咧，亦都係跌到略高於120周線啦，跟住就反彈。就算係大熊市，譬如你話2008年呢啲咁大鑊嘢嘅話咧，120周線都係唔會一下子擊穿噶，磨兩磨彈兩彈之後咧，去到雷曼危機嘅時候咧，先至係擊穿。120周線咧，其實而家係行到去5078點左右，咁條線係仲係繼續升緊啦，明年係可能行到去即係5200點呢啲位啦，咁所以略高於2021年頂部去到即係譬如話5200呢啲位咧，我相信係可以係作為明年重點參考嘅防守位置。所以如果明年開出嚟係熊市嘅話，我哋要參考跌到咩位咧？首先係關注182周線。好啦，接住落嚟咧，係去到頭盔嘅部分。咁大家見到啦，我整個 PowerPoint 嘅時候都貼咗個頭盔喺度。咁大家都知道啦，我哋由第一集嘅分析一路去到而家咧，都好強調就係話美股大盤出年係睇淡，係有唔細嘅機會出現熊市或者浪低於浪嘅走勢。咁但係如果萬一預測唔中，咁點咧？大家都知道，即係大家係做投資做交易嘅話，我哋係唔可以淨係為一種情況準備嘅，係咪？咁鐵口直斷批到咁死，如果出年唔係熊市咁點先？咁最好就諗定唔同嘅情景有幾手準備啦，係嘛？咁所以我係準備咗兩個頭盔劇本。我認為正選劇本即係熊市情景咧出現嘅機率係有70%，而接住落嚟呢兩個頭盔劇本咧出現嘅機率加埋係接近30%左右。咁大家都知道啦，我哋頭先講過就係話1925年嘅走勢咧係極似2025年係嘛？仲似過1945年啊嘛。喺咁嘅情況之下，咁我哋就要參考埋1926年嘅走勢啦。嗱，如果出年開出嚟係1926年嘅走勢嘅話咧，咁就會有啲似2018年咁樣啦。全年嘅升跌咧係唔明顯嘅，即係可能係正負都係幾%之內咁樣。咁行一個所謂撚狗市嘅走勢啦。咁年頭有一波跌浪反彈，跟住然之後去到 Quarter Three 第二波跌浪咁樣。嗱，喺呢組劇本咧，仍然係可以對照到我哋過去兩集嘅分析。首先就係話喺上半年有個明顯嘅高位啦，出現喺2月。咁但係咧，同正選劇本唔同嘅係咧，喺1926年嘅走勢4至5月咧係低點嚟㗎。然之後反彈到8至9月啦。跟住然之後10月亦都係符合翻我哋之前兩集嘅分析咧。年尾嘅時候咧係會有低點。即係年頭一個高點，年尾一個低點，呢兩樣嘢咧係符合翻之前嘅分析嘅。咁但係咧佢之後再彈咧，咁結果就係全年咧係大致冇升跌或者跌唔多咁樣嘅情況，係有啲類似2018年嘅玩法。其實撚狗市先係最難處理，你太保守又會跑輸。咁但係如果太進取嘅話咧，亦都可能會係食正大波回調呢兩浸㗎。我認為撚狗市情景出現嘅機率大概係1/4左右。好，第三個劇本頭盔中嘅頭盔。坦白講，我係有掙扎過掟唔掟1936年嘅走勢出嚟。但係1935年嘅走勢又真係幾似2025年，咁所以最後掙扎完之後決定好啦，攞埋出嚟做一個終極頭盔劇本啦。坦白講，如果咁樣行法咧，我唔會當自己貼中，我覺得成真嘅機率係好低嘅。呢個劇本成真嘅機率可能係真係得5%左右啦。同埋1936年嘅走勢咧，佢係對唔到我哋頭兩集嘅分析。頭兩集講過話2026上半年係有一個明顯嘅高點啦，年尾比較可能有重要嘅低點啦。但係你見呢個劇本淨係4至5月回咗一回，咁跟住一路單邊升到尾咁樣，其實係真係非常之牛。如果出年真係可能去到夏天都仍然係升好多嘅話咧，先至再考慮呢個劇本都未遲㗎。好啦，所有分析同埋預測都講晒，咁最後咧想同大家就係講一講咧，就係話既然根據我哋之前嘅分析就顯示美股大盤喺明年咧有唔細嘅機會係出現月線級別嘅
大震盪或者係大回啦。咁我哋係可以預先做啲乜嘢防風措施咧？嗱，我認為咧，有幾樣嘢我哋係可以預先係做一做咧，嚟保障自己嘅財富啊。咁首先咧，大家唔好淨係關心自己嘅股票或者 crypto 戶口啊。最緊要其實係大家嘅 MPF，無論你平時有冇投資習慣咧，其實你只要有打工咧，喺香港就係要供呢個 MPF 啦。咁我哋係可以至少將部分嘅強積金咧，係轉咗去貨幣或者係保守基金先㗎。我覺得係呢樣嘢係可以考慮啦。貨幣市場基金係好啲㗎，係可以收下息咁樣。咁大家係可以關注自己嘅 MPF 先啦，預先玩熟政府嗰個積金易嘅 App 先㗎。至於投資戶口，包括係股票同埋 crypto 戶口入面嘅錢咧，我建議大家係可以考慮出金去銀行咧，做翻半年定存噶。2026年尾先考慮入翻金。咁有啲朋友就可能唔明白啦。嗱，而家各大嘅互聯網券商咧，係提供美元貨幣市場基金係俾散戶選擇，係高息過銀行嘅美元定存噶。咁點解仲要出金去銀行做定存呢？其實做定存咧就唔係貪佢啲息，而係透過做定存同埋出金咧，係綁死咗你嚿錢，強制大家喺熊市期間忍手。相反啦，如果你啲資金留喺股票 crypto 戶口入面，你係冇出金嘅話咧，你可能熊市期間你係見彈一彈咧，又手痕入翻場嘅。出金嘅好處咧，就係可以強制大家忍手，防止大家喺熊市入面做太多操作咧，越輸越多。好啦，出完金淨係留個細倉面對2026年之後咧，咁我哋跳一跳 point 就講咗第四、第五個 point 先。嗱，咁你剩翻嘅細倉咧，手上仍然有部分美股噶嘛，係咪？咁我就會將手上餘下嘅美股咧，係改為短線操作，當係牛尾或者高位橫行市咁樣玩，係唔會死錯噶，有糊就食，唔對路就斬。就算係開出嚟浪低於浪熊市，搏反彈嘅話咧，咁亦都係彈一彈就食糊，係唔會死錯噶，因為熊市浪低於浪嘅走勢咧，係唔適合坐貨。另外，根據我哋呢3集嘅分析咧，我哋會發現，如果美股2026年出現月線級別回調嘅話咧，導致回調嘅原因咧，有機會係類似2022年咁樣，係由外部衝突或者係戰爭或者係地緣衝突導致嘅。唔似2008年咧，係由美國本土爆發大型嘅金融危機而導致。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可以關注一啲地緣衝突利好嘅資產或者板塊，譬如話最近都好強勢嘅貴金屬啦。磨咗好耐，但係2022年有升過嘅原油啦。咁跟住然之後，如果係中美關係惡化咧，有機會係打翻稀土戰啊嘛，係咪？咁稀土股亦都可以留意下啦。咁另外，如果台海局勢升溫嘅話咧，軍工股亦都係可能有炒作噶。咁呢啲資產咧，有機會喺2026年 Quarter One 至 Quarter Three 嘅時候咧，走出逆大盤行情。咁我認為都可以關注下噶。以前嘅熊市咧，通常係關注美元嘅，咁但係呢一轉咧，我認為咧係關注貴金屬會係比較好噶。既然2026年有機會係地緣衝突大年咧，咁我哋可以順便講埋第3個 point。喺地緣衝突嘅最極端情況之下，譬如話台海打仗或者爆發 double 3，咁聯繫匯率係會崩潰嘅，咁到時港幣係會大跌啦。咁呢樣嘢我哋有冇方法係可以預先應對咧？其實亦都係有噶。就係譬如有啲朋友係可能係開咗離岸戶口啦，呢樣嘢係可以考慮啦。我自己嘅做法咧係揸咗部分嘅美元穩定幣 USDT、USDC 再射落冷錢包嗰度啦。咁另外有啲朋友可能係即係中意坐金嘅話咧，係可以揸一部分實體黃金咧，即係就算係港元大幅貶值嘅話咧，咁你部分嘅資產咧亦都係可以抵禦呢個風險啊。咁呢樣嘢亦都可以留意下。我覺得成真嘅機率係好低，咁但係咧，如果大家係可以做以上3樣是但一樣嘅話咧，都係可以做到有備無患噶。咁終於我哋係正式透過3集嘅內容咧，係交代晒係美股大盤2026年嘅所有觀點，咁亦都係做咗後備劇本應對唔同嘅市況啦，同埋亦都係討論咗熊市嘅防風措施。祝各位朋友2026年咧都係平安無事，係可以保住自己嘅財富。多謝晒。